国凯特王妃开刀了后，就无公开出面。王小长看一张新的相片，国际媒体煞认为讲可能有变做过。奥斯卡奖结果出炉，奥本海默上映摕到7项大奖。另外，日本宫崎骏《苍鹭和少年》摕到最佳动画片。咱的友邦海地动乱愈来愈严重，连美国的大使馆附近嘛去互乌刀占去。美军这阵是要派兵去撤离外交人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名人的消息。英国的凯特王妃今年初开刀了后，就无公开出面。王室的网站暂时看一张新的相片，讲是凯特甲王子佮有公主庆祝母亲节时阵翕的。不过，真侪国际媒体，包含美联社、路透社，拢认为讲这相片无介自然，可能有变做过，就把这张相片对新闻当中摕掉。这是凯特王妃去年2月前边在拜访英格兰一间老人中心，特别做煎饼等亲民作风的场景。不过凯特王妃因为动刀关的手术，对去年耶诞节都已经无看的人，嘛，互外界又讲伊是毋是健康状况出问题。伫70英国母亲节这天，肯辛顿宫特别发布这张讲是威廉王子翕的，内面有凯特和3个囡仔看起来真欢喜的相片，希望消除大家的疑虑。相片内面凯特倒手架手，一个染夏绿蒂公主，一个染路易王子。大汉后生乔治王子是徛伫后壁，用双手揽妈妈，4个人拢笑甲真欢喜。凯特嘛伫个社群媒体发文，感谢大家过去2个月以来的善意祝福和支持，嘛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但这张相片出来无到12点钟，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 Getty Images 等等这4间通讯机构拢把相片撤掉，互各界看一个是戆面。其中美联社是直接伫个相片顶悬画一个禁止的符号，表示讲经过斟酌审查，这新闻来源的相片敢若是有互人改过，要求包括社群媒体在内的所有平台拢甲相片落架。另外，路透社嘛伫个相片顶悬画一个真大的车公，这夏绿蒂公主倒边的手看起来都是怪怪，要求使用者应该抬掉。有其他评论讲，凯特倒边的枕头啊，看起来就是无自然，而且阁无挂结婚手指。另外，乔治王子正手的影像是失焦的，背景的树啊，伫冬天是毋是伤青？针对外界遮侪质疑，肯辛顿宫甲大拢无回应。英国王室本地只是想要去讲，凯特伫咧手术了后状态真好，即马毋但效果歹，颠倒互外界开始乌白药。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奥斯卡奖的结果已经出来啊，完全无输人意外，是去年请到全世界的电影《奥本海默》上届赢，入围13项，摕到7项，而且是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等的大奖。原来是影后是由电影《Poor Things》可怜的物件女主角艾玛史东摕到，是伊这生涯当中的第2座奥斯卡影后。另外，日本的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苍鹭和少年》是摕到最佳动画片，这嘛是伊的第2座奥斯卡奖。除了这会场内底闹热滚滚，另外是有一寡反战的团体示威，呼吁加沙迄边都要赶紧停战，全去影响到典礼事情。奥本海默是10月奥斯卡颁奖典礼得奖上侪电影，获获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包办2项主要演员奖、外交影片、剪辑甲最佳原创配角等7项大奖。克里斯多夫·诺兰感谢这片，同时也是太太艾玛·汤马斯工作甲生活共调，共享人生所会荣耀。The incredible Emma Thomas, producer of all our films and all our children. I love you. 这条男配角小罗伯道尼上台起场，就亲像漫威英雄上身，也感谢另外一半。Susan Downey over there. She found me a snarling rescue pet, and you love me back to life. That's why I'm here. 新年末会是影帝将电影献给故乡甲和平倡议者。For better or for worse, we're all living in Oppenheimer's world, so I would really like to dedicate this to the peacemakers everywhere. 为越来越害你了后，2摆红球的艾玛史东对得奖情绪真激动。My voice is also a little gone. Whatever. The women on the stage, you are all incredible, and the women in this category. 最佳女配角是第6星达芬乔伊兰道夫。
代表台湾入围最佳纪录短片的金门无得奖，是由美国的最后的乐器维修师得到。最佳动画片是《长路甲少年》，这是导演宫崎骏为2003年身份销路了后第一摆得到小金人，不过伊无参加典礼。典礼由脱口秀演员吉米金摩第4摆做主持。第一颁服装设计奖的时阵，甲颁奖的小演员约翰斯坦的创作桥段，互全场叽叽叫。Costumes, they are so important. 最佳纪录短片导演同时也是记者的切尔诺，伊发言互人心思，严正战争之下，无人是赢的。But probably I will be the first director on this stage who will say, I wish I would never made this film. I wish Russia never attacking Ukraine, never occupying our cities. 公司新闻郑淑芬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电影《哥吉拉1.0》摕到奥斯卡的最佳视觉效果，是头一个摕到这个奖项的非英语电影。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医生罢工要继续咧讲假，竟然是有29派医学生申请休学，各10间医学院集体唔上课。英国《Times》报道，葡萄牙国会大选，中间偏右派民主联盟打败执政9年的社会党，另外一个极右派政党席次嘛增加4倍，右派势力崛起。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印尼一架飞机1月底时阵偏离航道，这阵调查报告出来，竟然是因为正副驾驶2个人拢同时困去28分钟，加载是无出意外。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法国政府是加发500到1500个欧元的奖金，予奥运期间上班的公务员，避免发生罢工的状况。咱的友邦海地动乱愈来愈严重，首都太子港已经差不多失去控制啊！连这美国大使馆的附近嘛去互乌道占去，美军是赶紧派兵要去撤离外交人员。海地首都太子港治安危机愈来愈严重，百姓拢全家火逃出去，当地帮派攻击警察局加价，一直有街路庆祝，即卖已经控制太子港大部分地区，其中也包含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周围。美国军方宣布派部队威胁海地，加强大使馆维安，佮允准飞镖人员撤离。不过，伫海地生活14人的百姓，想要逃，所唔知要逃去倒回。根据美联社报道，这摆美军运送人员离开大使馆的做法，可能只是人员轮调。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声明中阁强调，军用无人机顶悬无海地人，好亲像是会拍摄有人咧叫，可能有海地高级政府官员离境。除了美国以外，德国驻海地大使馆也甲欧盟其他代表离开，斗阵去多名记者。另外，互欧邦逼提亨利总理目前依然滞留海外，伊是伫顶礼拜到波多黎各，接落被海国国领袖安森12伫牙买加开会议，共同讨论如何应应海地目前的严重情势。公司新闻江文朋友。教宗本济各顶日来接受瑞士媒体访问的时阵，是呼吁这乌克兰得要有勇气压白旗，利用谈判甲战争收煞。不过，乌克兰的外交部长暂时强调讲，乌克兰永远敢若会压蓝色、黄色的国旗，无可能压白旗。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回应教宗方济各亚白旗的讲法，讲乌克兰永远未投降。伊伫 X 大文讲，上强的人是正义甲邪恶伫咧对抗时阵，徛伫咧正义这边。乌克兰的国旗是黄色甲蓝色，乌克兰永远未升其他的旗啊，并且讲伫咧离任期间，迄当阵的教宗庇护12世，对纳粹的暴政拢点点点，希望梵蒂冈毋能够安尼生。教宗方济各是伫咧接受瑞士广播电视台 RFI 采访时阵讲，乌克兰应该要有勇气压白旗，用谈判结束甲俄罗斯的战争。Quello che vede la situazione, pensa al popolo e ha il coraggio della bandiera bianca e negoziare. Il negoziato non è mai una resa, è coraggio.
per non portare il paese al suicidio。乌克兰支付大总主教舍夫丘克对高中的这款言论也无认同，认为乌克兰受伤，但是无被征服。因那梵蒂冈解释讲，教宗所谓的背旗，并不是叫乌克兰投降，是停止敌对行动，用谈判的勇气达成休战。因那背旗这个词也不是教宗主动讲的，是记者伫咧问问题时阵讲到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罗西亚甲乌克兰拍甲打超过2年啊！今日带大家来看的是这个乌克兰的西伯利亚军营。伊特殊的所在是因为伊内底兵仔拢是罗西亚人，有的是受政府打压的少数民族，有的是反对政府发动战争的少年人。因共同的目标拢是推翻普丁。伫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山区，一群新加入军队的士兵当地接受训练。这看起来若像无啥物特别，但是讲出来你会惊一跳。这个乌克兰军队的士兵拢总是罗西亚人。这个军团伫2023年的秋天成立，号做西比利亚营，是乌克兰军队的国际兵团当中上界特别的一个。内面的成员大部分是西比利亚地区的少数民族，因虽然是罗西亚的国籍，但事实上一直当互罗西亚政府当作是二等国民。尤其是罗西亚对乌克兰开战以来，为着惊大都市的民众的反弹，就强逼真侪西比利亚的少数民族去做兵，偏偏是要上战场。一寡少数民族的查甫人规去加入乌克兰的军队，希望打败罗西亚，为家己的民族争取独立建国的机会。Они, начиная с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когда нас колонизировали, они уничтожали нашу культуру, наш язык, наши традиции, зависеть от нее. Я хочу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для свое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реша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сам. 除了西比利亚的少数民族，这个兵团内面嘛有真正的罗西亚人，参像原来住伫莫斯科的甘地，因为无愿意做家己国家的共犯，目睭紧紧看乌克兰人互残忍对待，所以就加入乌克兰的军队，反倒转来对抗家己的国家。Жалея ни женщин, ни детей, ни стариков. Организуя системные пыточные, бомбя, кидывая бомбы на жилые кварталы, на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Я не хочу быть этому соучастником. 另外一个共款为莫斯科来的少年人讲，伊自战争一开始就伫罗西亚参加反战的示威，但是罗西亚政府对民众的控制愈来愈严，所以做一个罗西亚人，伊感觉帮助乌克兰打赢战争，嘛是帮助家己。Для своих граждан, и рано или поздно это будет один большой концлагерь. Да, уже в принципе. 这个罗西亚人因为身份真特殊，离开罗西亚了后，爱先到第三国才会当进入乌克兰，而且爱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才有法度真正加入去乌克兰的军队。因甲乌克兰的士兵伫战场上斗阵作战，共同的目标拢是要甲普丁的政权压落倒。因为只有安尼，乌克兰人、西比利亚的少数民族甲罗西亚人，才会当摆脱受压迫的命运，得到真正的自由。记者甘连编译。西藏反抗中国统治满65周年，流亡去印度的西藏人是发起纪念日活动。流亡政府的代表边巴次仁表示，伊是要追求西藏完全独立，毋过是毋望讲争取更较大的主治权。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71天，就是1959年反抗中国统治的纪念日。居民举雪山西旗，要求中国退出西藏的各种标记，游行示威。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拉加日南加佐格甲发声社记者讲，这场纪念活动毋但是要互国际社会听到西藏人的声，嘛是所有西藏人反省的日子。So we are protest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self-immolated for us, 160 people, and since now it's been like 6 decades since China has occupied our land. So we are protesting against all these brutalities inside Tibet. 中共解放军不日镇压反抗了后，西藏领导人达赖喇嘛在人民的保护之下搬过喜马拉雅山去印度，了后就无搁再回去。今年88岁达赖，2011年要搁做政治领袖了后，就甲行政权交予伫全世界13万个西藏人，用民主的方式选出政府代表，也就是中央行政司政。第二任的司政边巴次仁伫演说讲到，流亡政府毋是要求西藏的完全独立，是要推动中间道路的政策，希望会当有保存语文甲文化的自治权利，也希望透过沟通解决中国甲西藏的冲突。伊感谢长久以来印度甲美国的支持，坚持因对真理和自由的承诺。记者综合报道。天狗食日伫咧戏剧当中，定定会互写甲足神秘，就是发生神奇的代志。
伫咧这现实的生活当中，科学家嘛观察到这食鸡的时阵，野生动物会有无共的反应。因就发现讲，这麒麟鹿会开始做心乌白状，动手腕会发出奇怪叫声，咱做回来看。一道地红号做伙搭设，甲好仔囝围起来，甲因保护。这是2017年8月伫发生天狗食日的时阵，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动物园的怪现象。研究人员讲，因迄当阵阁发现南卡动物园的加拉巴哥象龟，伫日头当中风炸掉的时阵，竟然开始做互人歹势的代志。讲的麒麟鹿开始真烦走来走去，当南妈动手的狗发出无听过的声音。外表真恐怖，但是个性真安静的科莫多龙嘛不安动来动去。And the Komodo dragon we were watching before the 2017 eclipse, it literally didn't move at all. We watched it all day Saturday, we watched it all day Sunday, then the eclipse was on Monday, and just in those couple minutes during the eclipse, it started running around and had a reaction. 科学家讲，后个月初8，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嘛有天狗食日。即摆因会专门检视动物园内面无共种类的野生动物，会有啥物趣味的反应。This time around, we're going to look at some of the same types of animals. So we're going to look at a different group of gorillas and see if they behave the same way as previously. We're going to look at another group of giraffe. 科学家讲，过去发生事日的时阵，常常都有人看到野生动物出现个别的无正常的行为，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人去进行较严谨的研究。目前初步看起来，这款动物是准时讲天狗食日，就是到暗时啊，会集体转去因的手。但即摆唱歌敢袂阁较罗马蒂久，狗感觉会唱奇怪的歌，拢是科学家观察的重点。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纽西兰的海洋研究团队是伫咧南岛的深海发现100种新物种，这鱼仔类、鳝鱼类，逐项都有。研究船伫无算平静的海面行，这是伫纽西兰南岛东边的外海，是邦迪群岛的海域。水面下下数千公尺深的海底被叫做邦迪海池。研究团队动用深海无人藏水船，用鱼帮这工具将各种样本固上船。水船的研究人员马上检视这海洋生物的外观，佮加做入壳内底现在的物种来比对。This particular species is only known from that specimen. The strong suspicion we have right at the moment is this is a new species. 研究团队成员除了国立博物馆，也有来自纽西兰国家水系加大气研究所、加英国、澳洲的专家。因收集将近1800样本，航行海域范围长有800公里，上深的水有4800公尺。当然，因的辛苦并无白了。We've gone to lots of different habitats and we've discovered a whole range of new species, from fish to snails to corals and sea cucumbers, things like that.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species that are going to be new to science. 根据纽西兰国家水系加大气研究所资料库，四周的海域已经确认物种将近18500种。未来3礼拜分析结果会纳入这个资料库当中。公司新闻是嘉仁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